下你这边是不是有卖花生豆腐？有，好，洗净，好，可以，好，做一下，好，做一下哈。然後來嘅頭家用水行工前款體，丟出一盤貴上顏色嘅飯條豆腐。淋在上面的是什麼？油膏，就是一般的這樣的。對對。飯條豆腐要嫩嘅鐵酥口感，偏嫩華沙比調油膏，然後熱色，超過後也米絲。因為它的口感很細緻，然後就豆腐裡面又同時有花生的香味，那就是跟我們一般在市面上吃到的豆腐是截然不同的。按本人見上嘅前面，佢無共用嘅飯條豆腐，來自頭家陳貴廚嘅故鄉屏東尼埔嘅，傳統嘅米絲係屯阿妹學嘅。陳貴廚屯大粒飽滿尖高嘅飯條，多多幾起度毛。以下係一粒粒嘅飯條，路邊作為能拍攝嘅醬。因為有個浸過水嘅，嗰啲有個磨出來啊，有個醬啊，嚇，都會變拍攝嘅，哦，做出來豆腐都會變拍攝嘅，哦，有個都含冇顏色，啊係是堅持有個飯條豆腐嘅嚇，一般人嘅咧有個傳統嚇，都有個顏味都係顏色拍攝。但搶起飯條醬嘅，就已經強盤盤嘅嘢。都發生了香味。陳貴廚還堅持唔攞防腐劑殺膠一條東西，我本人客食到最天然嘅口味。做之前，而係一索嘅油嫩飯條醬，上細嘅酸嫩一重嘅。做飯條醬也係貴大嘅學問，因為飯條豆腐食起來為油嫩，油量就係一個勁辣嘅動作。人家冇一桶意思，你頭都唔係標喺嘅菜裏面啊。冇一桶意思會沉澱，會沉下去，哦，沉下去都會出過來的。嗰時有一年一件桶啊，唔是做年嗬，做日就會痛啊，哦，肩膀會痛啊，啊，我哋是做慣嘅啊。做幾下10分鐘，溫度見來見過，陳貴廚看流氓落，半淡水養嘅嘢飯條醬也見來見了，一下愛行過出啲來啦。你控制冇都彈行來。我看我做乜嘅就話你點就點先咯。我本人我一啲刮過去啊，哦，本一個鍋底嘅壓力啊，必釋放，冇乜彈那一帶落去哦。就算你把配方調一模一樣給人家，人家都煮不出那個味道。我說為什麼？他說因為那個要用心。他說煮花生豆腐的時候，在搖的那個過程當中，你用眼睛看還會燒焦，要把眼睛閉起來，慢慢去感覺。這個東西才煮得出來，可是要把感情放進去的。OK。可能都係因為按用心，韓國製作好事好工。陳貴廚嘅手工飯條豆腐係嗰度高級傳統好用嘅食材。本日韓國想唔到嘅係，16年前本單做土地退縮嘅佢，因為投資失敗，爸為嗰度債，嗰不想回去故鄉，同阿妹學做飯條豆腐。就意思也一對對個樣嘅飯條豆腐，開業一屋83年嘅生活。剛開始是很怕，覺得很不好意思說，本來是一個代書，做一個房地產的，竟然會落成到這個菜市場去賣這個豆腐。有時候碰到認識人就很不好意思，頭就低了。後來沒辦法，6個孩子要吃飯嘛。以前很辛苦啊，是很辛苦啊，就一定就是第一個我講人家會趕嘛，同樣是做生意的會趕你啊，看你生意好就趕你啊。再來就是躲警察，這樣是真的很辛苦。嗱，早上也賣，暗鋪頭也賣，也做個黃昏市場。如暗嘅嗬，嗰啲新聞我睇緊嘢嗬，開始嗬，同埋聽說暗嘅生意咧，台是暗嘅嚟，這個飯條豆腐嗬，世界再次同一個家庭嗬建立起來。這家不用靠大字地位調整心態，陳貴廚屯南鋪種下能油嘅飯條豆腐拿來白鋪賣，唔是1嚿，路賣都唔拉賣。
背面將秋無愛提市場販賣，專門做傳統嘅生意，還叫為6個子女都係大學。啊，我了解的時間啦哈，因為我不是不同我父親講，我因為我行業啦，哦行業唔講話係啦，窮苦啊哈，沒個安尼，沒壞事啊，哦，當我看這個敢愛做啊，唔敢愛做哦，你差唔多一幾批，你曉得使用一個幾批吼，你甘甜，你甘軟，哦，咁唔錯得多啊，都唔講失敗啊。唔但搶有客家人嘅刻苦精神，陳貴楚屯家為韓國曉得創造機會，屯本單嘅飯條口味，偏論新開發嘅咖比、馬味、綠茶、糍粑嘅野豆，象徵金元財寶路，屯種下嘅名色，加為富貴嘅意思。我開頭做嘅時候哈，因為都想做一啲行業嘅飯頭豆腐哈，但是呢，因為讀書讀嘅哈，屯鄉下冇窮樣，啊，我為了要適應一個年下嘅口味啊哈，啊，一方面也幫我嘅生意啊比較好一些，我就以前研究以研發啊，在於自家以創作啊，以做出一種豆腐。飯頭豆腐樸實的風味，係故鄉阿美嘅美食，韓國係改變你陳福業命運嘅滋養。看起來極平常嘅飯頭豆腐，背後其實有內極不平常嘅故事。